大家好，我係別具園10年園親珍姐。今日刮颱風都可以過嚟拍呢套房，因為呢套房夠厚，所以呢個天氣我都過嚟拍海唔一樣啦。刮颱風都可以點樣？大家睇睇啦，黑嘅你睇睇，喺綠豆即係84平嘅3房啊，一位嗬，拎包入住啊，家私家電業住到皮時啦。喺呢邊70年省慶紅本仔手入戶花園，雙戶乜嘢都好啊。廚房一入嚟廚房，人係入戶到廚房啊。客廳、餐廳喺呢邊啊。睇睇子用房，落地窗好靚，睇海景。睡覺都可以睇海景嘅，衣櫃乜嘢都幫你訂好。空調拎鋪入住，呢個小區係呢套房係別具園10年園3期可以玩嘅啊。呢個樹窩，生活非常方便，小區消費者市場啊。行路5分鐘到商業街啊，3期交通中心啊，個海邊又好近啊，旁邊喺海邊綠豆，即係3個房間都可以睇到啲海嚇，我睇到海啊。而家平宜啊，總價值56萬8可以攞嚟啦，56萬8啊，好人都嘢非常好啊，想睇海就3房咯，直接用我睇樓啦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